各位同学，没有上课的这件事情，我只是要把电扇关掉，不要好吵。对，我在录音，我知道。所以呢，现在要来录下集，没错，下集就是台语龙头讲义的第9节，第9节第九节的下集来咯。第9节下集要干嘛？就是讲了13个东西啦。可是为了要呈现一个就是不做作，因为刻意去挤东西出来，跟排一些东西出来，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有点像是，就是戏剧跟创意的末日。但是呢，反过来，为什么不从传统里面找呢？因为呢，我之所以会有这个原讲，是因为台湾华语对上集，如果你要看的话，再看下集，赶快按暂停，出去看上集。好，看完之后呢，你有去看吗？确定哦，有确定看完上集了。好，那我们可以来讲第9节了，因为第9节第9节是未来台湾的语言方案哦吼，未来，可能我嘛真老啊，7、8、10啊，我无可能去讲这个语言啊，我甲谁讲？我即满无啥物人甲我讲啊。个人3、4、年后的课就还来讲的哈，可能3、40年后就很少人会讲了哈。所以呢，未来台湾的语言方案呢，请让他们势必让未来的主人翁们参与。那我们这个采光不好，对，这样就很好看了。这样其实就很好看了。好，但是呢，习惯了，因为在室内为什么电风扇放在桌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床在这么高的高度，我热。基本上哈小气嘛，学一下哈小气起来，这样子。本来它放在这里，这个下面，然后是这样子吹出去的，所以冷风从那个门缝进来，然后就这样子吹出去了，完全我还是热的，我就觉得好笨。所以呢，应该是放比我高一点的地方，才能把我升起来的热气吹出去。因为窗户在这里，就在这只手机的后面。OK， 好，那这边呢？这边就是我有需要拿出来看的，来好好理解跟这个相关的主题的书堆。OK。我会说我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更有功的学生在那边。那相信能写书，能做著述立组，著述立说，著述立作立说。OK， 我很少用这个成语，所以很自然的没有不好。但是呢，可以著述立说的人，都是非常有底子的，那个深厚的程度，就是所谓的秀才遇到兵。而我今天跟我妈讲说，秀才遇到兵，当然说不清，秀才要去找那个长官，叫那个长官命令那个兵，知道吗？这就是这个母语教育之所以要变成书的原因。好，那我们继续哦。好，以前之前，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忘开冷气，可是录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开冷气，然后窗户是开着，然后我挂在那个窗户上面，所以那就稍微忍一下吧。我小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教室当然不会有冷气呀，你不是这样过来。你看，就很像那种我妈会说，以前就算有鞋子，也是提着鞋子赤脚走啊，因为大家都赤脚走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过好生活，或者是处于好环境，视为一个太理所当然的应该的时候，譬如说写字是不是应该，这是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如果我们一起觉得它是应该，那个一起觉得是怎样的一起，怎样的应该，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做记录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根本。老实说，我再讲一次，因为它是根本，所以很值得再讲一次。因为我们好，
我们凭什么把东西从北京挖过来台北？那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了，麻烦还回去。那些立场没有，拜托还回去，知道吗？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坚守那个立场，对不对？对。譬如说，好，我讲一下我自己开的粉丝页上面，我在上一期的，我不讲那个名字啊，上一期的它的那个封面档案上面有5个图，其实我有点用心。5个图是什么东西？就是5个图是我们有的那些价值，是其他文化不会有的。中医、宫庙，还有戏台，台上台下，那边顶那边卡，还有宫庙戏台，中医，还有什么？还有人哈，还有一个是厝，客家讲不卡，闽南讲厝，然后用那个宗族跟祖灵做对话，用宗族概念跟祖灵概念做对话，是那个最近的影集在做的事情。他把这个演给你们看，也是一个戏台的展现。好，有一个我忘记了。相信大家可以自然的帮我想起来。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未来的语言方案，至少有几个东西不能掉。厝内面就恁厝内面的话，恁留恁厝内面的话就好啊。我要留我厝内面的，所以我要努力。好，所以讲吼，兴我母语运动，真感谢迄参母的每一个前辈，因为兴我母语是民主社会的一种民主运动的真实落实，真实落实。还我母语运动是民主社会里面人民之于民主的具体落实，因为是我的国家，所以我的母语要还给我。但是它是一个跟国家力量相对应的一个民主，可是民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民主的民主，为什么把这个词讲出来？它的背后的邂逅，或者是它背后蕴藏的那个背景的意义概念，是它之所以是汉人用汉字的汉人社会的特色。你特别讲民主，代表说有一个政府在那边，知道吗？部落社会不会讲民主。了解吗？会有个母系，代表说那个基地的父系，拿球工。你这个查某，我要来讲这个，对，它就是有一个话语权在查某身上的那个主体性。那主客。人我众寡这些对应概念不是二元对应跟二元，然后这些词汇之间的运用，大家越来越那叫做带就是有点松懈了，或者是有点那就惰性让他们自己使然下去了，对，不是惰性使然是借口，让他们那个就是其实你不要去挽救那个颓势。好，每一个人
每一个螳螂，如果是1000万只螳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有多么可怕，车子怎么敢盖过去 ？OK， 好，所以呢，啊，我继续讲了哈，未来台湾的语言方案，这就是对每一个国家内面呢，若是伊是民主国家，伊是人权国家，伊的语言方案都要照顾到伊的周围人民，有一个部分国语运动有照顾到。有一个部分就是民主国家，就是要照顾他的人民，它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有一个地方国语运动有照顾到，它团结了大家，才有那个讨论的空间。不然台湾是一个讨论不起来的。你看现在大家在讲同一个语言，还是讨论不起来，意见多可怕。好，所以呢，这13种概念，这边列了13种，我用台语讲，然后再用华语解释哈。我现在就讲国语啦，国语和华语，我现在就会特别就是这样的词这样跑。好，我那个讲啊，我上次说到那个为第一个，我用台语先讲一个，我用台语先说一次哦哈。维持现状，使用华语作为的国语，好，维持现状，这就是即卖现状。国语、华语，为什么是华语？为什么是国语？迄个华是有政治目标的，政治目标要看大家安怎去舞，安怎去创什么？什么歪脑筋？当然爱有歪脑筋，那是正面来的动落啊，嘿，要正面来就会直接那个正面冲突就挡下来了。那个挡下来，你就不会睡，你就不会去睡醒你那些更缜密的东西，需要去绕道实行的时候，代表他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但是这就是世界上没几个文化体或者是文明体可以打牌打得赢华人的关系。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去做诈术，所以呢，那个绕道是必然的哈。维持现状是一个最轻松、最方便，让大家都可以在每一个专业好好的绕自己的道的最基础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哈。好，那我现在讲第二个哈，第二个哈，该用多数种语族的葫芦语做国语，这是以前清朝的时候的状况，这是以前清朝的时候的状况，也就是说用多数语言，什么葫芦话就是我这边讲的话，这个语言很麻烦，它的名字跟国语的名字一样麻烦，这两个就是纠缠，在台湾是一个纠缠的状态。好，一个叫台语，一个叫华语啊，还是一个叫福佬话，一个叫做什么北京话？北京话啊？北京话不是北京话啊，是北方话啊，是北方话啊，华语国语官话啊，对，这两个人纠缠啊，闽南语啊，福建话，对，但是在台湾可以呈现一种多元文化下的更多元组合，这样，苦米大得。这样就是跟怎么组合在一起，C 级减 C 级取2这样子，好，很好玩。所以呢，第1跟2，它就已经是一个决然的，就是啪，壁垒分明。好，这是第3个，我们来看一下。好，第3个，葫芦语做国语，华语做官方语，官方哦，应该讲官方，我就想脑子里面记得的是官方。越读越进步，这就是学习的目标、目的啊。华语做官方语言哈，华语官方，葫芦话国语，带动。好，第4，葫芦话做国语，葫芦语做国语哦，客语做官方语言，不可能。好，第5，客语做国语，葫芦语做官方语言。客语做印度尼西亚那是华人当初是
要破迄个局，还是讲苏里南？印度尼西亚的客家人跟就是客家人占多数，然后华人跟当地的各个民族之间有相当大规模的纠纷。可是因为印尼太大了，所以印尼的很多地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要把苏门答腊跟博罗加里曼丹或者是炫他的人当成是一起的。真的，你们不是都讲 Hokkien 吗？为什么金门的跟厦门的还有台湾的，你们是3种论调？我台湾人就问，哦，对啊，应该会是3种论调。这，好，所以印尼也不是一个整体哈。那个客语，苏里南呢，可能啊做朋友就是做国语，可是呢，第2个哈，客语做国语哈，这意思，它是一个排列组合哈。河洛语甲华语做官方的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做国语的意思是什么？官方语言是什么？这是个爱讨论吼，什么是国语？国语这个词本身有法度卖讲无？有华语，华语这个词是咧甲相照的，不是？我们有没有重新诠释？华语、国语、官话，还有话语言跟话语言。我讲，我现在讲的，我讲的，我现在讲的这个，这语言好啊，台语嘛，台湾闽南语嘛，闽南语嘛，台湾话嘛，还有什么？河洛话嘛，话跟语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有，所以它才会不一样。好，要知道它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差别，这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好，不然它就不会不一样。因为你人就会回到这个，我们都会去讨论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它为什么今天我写的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历史的长河一拉出来就知道了哈。好，6，所以好，我先不讲那个了。第7，河洛语、客语做国语。8，河洛语、客语做国语，华语做官方语言，这个是很多汉人心中的想法。9，河洛语、客语、华语拢做国语，这个是很多理想化汉人的脑中想法。好，第9、第10、第10，河洛语、客语甲南岛语选一种做代表。好，老师你太不懂原住民了。由原住民家己决定。知道我在笑什么跟什么的人，我们是都有一定的原住民知识。好，这可以。我跟讲一个哦，这个真的是很的，就是第10，安尼比才会看起来是10。好，10，第10，河洛语、客语甲南岛语选一种做代表。由原住民家己决定。这个不是什么政党的问题啊，不是什么政党的问题哦，是原住民，台湾原住民本身的分立问题，就是中国南北方问题的那种程度，好吗？那个程度是那个程度哦，是那个程度哦。所以呢，你看南京跟北京吵架，好，11呢，所有的语言拢做国语，加起来几种？加起来14种，这是2000几年的册吼。
也比印度的国语较少，所以讲吼，印度印度是一个台湾唔知影咩安怎对待伊较好，台湾不知道怎么样对待印度比较好。可是台湾有一个东西是对岸不会有的，叫做汉传佛教，必然在台湾，好吗？请知道我们的必然，宫庙的那个必然就是有一个东西叫汉传佛教。好，再来第12。所有的语言拢做国语，另外有3个官方语言。好，这是比较亲近于现状可以接近的方式。但是呢，这种3个官方语言的台、客、华本身，原住民语会在一个应该要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语言的它处于是必须要从部落一个部落这样子去找它的历史痕迹，才会把那个母语文化镶嵌在语言里面，不然就是交差，知道吗？因为日本人来的时候，明信片上写的什么什么番都是部落名称，就是他们一开始最基础的最小单位，就是你所谓的母语的以家为单位，然后母语的以家为单位是华人的根本性哦，根本性，那个根本性是真正就是安尼，真正就是安尼。我的台语永远拢会较阮兜较像，阮兜袂讲啊啥物，就是我着袂讲啥物，就是迄就是所母语之所以为母语的关系啦，哈，过来，第13，其他，其他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一寡，但是1917啦，吼。1995年，好，继续笼统啊，我继续朗读哈。1995年7月，伫美国 Houston 所举行的北美洲第1届台语文夏令会，笔者着就以上笔者就是作者吼，作者就以上13点，互参加的人评估哦。伊有甲外国的人，伫咧外国的人，也是外国的人去做讨论、做参考，还有去跟外国或者是在外国的人讨论参考咯。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是有参考性的。每一项按1分，代表真差，反对5分，代表真好，赞成。49分问卷怎么讲？问卷回收41分，回收率84%，84%的回收率，意思就是有16%的人无交转来。49分，16%的人为什无交转来？迄有法度是即马即个年代10多年后去追查无，也是用网络去做成一款代志，互迄16个人讲出来，这就是有法度，就是我们有办法。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的回溯率84%就是84%的意思。如果有办法去找到那16%，用网络让他们把没有交回问卷的那些卡住的地方，一定有非常多，因为它很前锋，它很先锋，一定有非常多。好，我现在所讲的是什么？我现在讲的是台湾华语，就所谓的台湾腔。如果我们有台湾闽南语、台湾客家语跟台湾原住民语的话，当然也会台湾华语哈。这个跟什么独不独立没有关系，因为有各种华北、华南所讲的官话，他们是应该要有语啊。好，讲一个嘛，好，
所以呢，可以把那个16分收回来，也许现在用华语的方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跟他们的下一代沟通，或是让他们跟他们上一代沟通之后，再去把那个有没有教，或是会不会教，你会不会教？如果是这份问卷，你会不会教？你为什么不会教？用网络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数量，但是它虽然模糊，可是可信度可以高到一种还蛮可以参考，而不是自己脑子臆测，就好像我现在这臆测，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真，可是它只是一个科学的开始。假说啦，好，所以结果啊，分数观点吼，是12项吼，第12项，悬的是第12项嘛，第12项上悬啦，上悬第12项就是那个所有的语言拢是国语，另外3个官方语言，知无？海山站到了，不是，这是台铁，海山 Station。OK， 好，第二关是第9项，第9项是什么？第9样是什么？河洛语、客语、华语拢做国语，果然是汉人为主的。它可能就是你知道，南岛跟汉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隔阂，所以我们才会有彰化、清化、顺化。好，你继续。第3关是第2项。第3关，第2项吼，第2项是啥物？改用多数的语族的河洛语做国语。10年前还有这个答案，代表讲外国的讲河洛语的人就多，夭寿多，可能夭寿多，甲因有法度做出这种期待的数据。但是这是期待的数据，我甲你讲吼，伫台湾有票的人。爱回来岛才会算，这个代志就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华侨存在。华侨是一个华人特有的概念，要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国家制度，共和国绝对会不一样，但是要借人家的概念来用，先理解人家的概念，先理解 Republic， 然后再把共和国给东方化成中华之后，再让那个华语透过中华合理化台湾的独立存在。独立存在是台湾的地理事实，可是它的政治上不需要去讲它的独立存在的话的当下，我们可以怎么样促成一些高度的连结性，以至于让它的独立存在不用再被讨论。这样子，我们的其他事情才会进步，不然每天都被这些东西淹满，好烦。30年了。好，上低是第1项，就是维持现状用华语可惜它是最可能的。好，上低其他的得分分别是第10项、第11项、第3项、甲第8项，搁有第7项，搁有第6项，搁第5项，搁第4项。好，这是对悬国家吼，所以讲吼，第4名是第10项，第5名是第11项，第6名有2个，第3项甲第8项，第7名是第7项，第8名是第6项，第9名是第5项，第10名
是第4项，第11名是第1项。好，自己倒带看哈。这个结果显示上悬甲上低的项目，以及我个人的主张作者个人的主张同款好，就是那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就是志同道合，那叫做志同道合的会聚在一起啦志同道合的人会聚在一起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人家来自谦的我也要这样子去期许，我至少要志同道合的人。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不用讲蝴蝶自来，蜜蜂其他才会来。好，第1项甲第12项代表2个极端按单一华语的国语政策到多语的国语政策，台湾经济力已经有够强，通来执行这款尊重语言权。同一时间考虑到实际可行性的语言方案。实际可行性意思就是讲，大家会去想讲，这有法度做会到，毋是我该安怎就安怎。即马咧讲要台语做官方语言的人，用国语来回的时阵，我拢有种感觉讲，你也要讲你也要写你也要读你听说读写可以可不可以从头到尾用你对国语的标准来测验一下你自己的台语？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为什么要可以随随便便的讲出这种天花乱坠、天马行空？而且你是不是在降罪于跟你不相干的人身上？把人伊那识别掉。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讲出来的话，就是民主社会不是民主最大，而民要做主，做主当然有那个责任，主人是有责任的。好，这个结果嘛会使大部分支持演会使大部分支持语言运动的人倾向支持多语的语言政策会输掉大部分支持语言运动的人倾向我过去支持多语的语言政策。好，语言运动变我过去多语政策，意思是讲，伊做一个先锋，他做一个先锋，让大家在意语言的人靠近多语，这是一个好玩的现象。学了第2外语，就会第3、第4、第5、第6、第7的时候，就算他没学好，他也会掌握一些完全不一样、你想象不到的基本差异的那个枢纽在哪里的那一个知识，它是一个横向的视野，它是一个横向的视野开拓，所以要做先锋，就会势必的有一些责难，但那些责难其实它从中淬炼出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他把一个重视语言，我今仔日要当重视我家己的母语，是因为我上好讲这我刚才要讲这样，到那个我来耳框蛮可以为嘛？如果听得到这句话，我现在还听不太到这句话我来耳框为嘛？这个话是他真心说出来的话。给他一个好一个赞，没3个赞。好，只是反映着好多人现阶段好多语文的优势现象。有看到无？2006年，2006年
就觉得是优势了。这是反映荷兰人的人口比率以及荷兰人的基本危机感、使命感较悬。为什么？因为台湾话，我相信一定有一定的比例一定会有一定的比例，因为它曾经是随便考究历史，任何一个小孩子以后考究历史也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就是那200年的清朝治理是什么话？在台湾，导致于日本生出了一个台湾国，是那200年的关键。好，这是那200年成了，就是促成了那个关键效应。但是名称促成关键效应，但是关键在那个台湾国再来一个台语。台语是承接下那个台湾狗文法化以及语言学化，作为一个学士，在台湾的1000年传统全新感受。好，第13项，其他的所在有11个人，这上重要。天下卖说国语，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国语，可见。真侪人对国语这个名词真反感，反感是基本上大家都知，但是你要知道，反感是现在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你更要知道。